大家好，我係 OCBC 華僑銀行香港財富管理部嘅張志高。回顧2025年，特朗普2.0政府上台，政策全面改革，全球貿易摩擦再升級。雖然全球貿易、美國政策以及地緣政治屢次衝擊市場情緒，不過風險資產表現依然亮麗。展望2026年，投資前景仍然受到地緣政治風險、貨幣政策同埋經濟增長放緩等嘅因素影響。投資者應該點樣配置資產，以應對市場嘅不確定性呢？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安聯投資大中華基金業務客戶投資策略師馬貴全先生 Charles， 同大家分享安聯投資對於投資市場嘅睇法。首先想問下 Charles， 環球股市喺2025年表現強勁，安聯投資預期2026年整體股市可唔可以延續升浪？有啲乜嘢嘅投資亮點係值得留意呢？2026年咧，環球經濟增長咧應該持續維持韌性嘅，為應對持續存在嘅貿易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咧，一些成熟經濟體系咧已經採取促進經濟增長嘅政策，例如歐洲、加拿大和英國嘅中央銀行咧已經開始減息。此外咧，美國嘅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也開始減息。我們預計這些央行咧係唔會減息到疫情時嘅水平，而調到大概係中性嘅水平。還有許多國家持續傾向財政寬鬆政策，投資在基礎設施和策略投資。上述政策應有助環球經濟維持增長。美國股市仍然是主要股票市場中嘅估值最高嘅地方。我們預計咧，2026年標普500指數咧將主要由盈利增長去推動嘅，與2025年嘅情況咧係相似。七巨頭仍將是該指數盈利增長的主要引擎，但我哋預計咧，其餘嗰493家嘅成分股喺2026年嘅貢獻咧將會大過2025年嘅。我們預期人工智能將推動生產力嘅提升，將促進整個指數嘅盈利增長。人工智能嘅應用咧仍處於早期嘅階段嘅，但至今為止咧，大型企業咧係比小型企業咧係取得更大嘅進展嘅喺呢方面。中國股市前景咧係會受到多種因素嘅複雜影響。一方面，由於中美貿易關係前景不明朗，以及科技和房地產領域監管嘅不確定性，加上人口老化帶來嘅壓力，我們看到外資外流。但係咧，中國政府正透過針對性嘅刺激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包括減息、政府支持購買 ETF 以及流動性支持措施。我們希望這些措施咧係能夠提振消費者嘅信心，釋放家庭高儲蓄，同埋咧促進經濟嘅穩定。隨住地緣政治格局嘅轉變，歐洲咧就正經歷着顯著嘅轉型，試圖重塑自身地位。歐洲股市將再次確立其在全球格局中嘅關鍵地位。為了提升戰略自主性，歐洲咧就正採取更寬鬆嘅財政政策，尤其是德國的大規模支出計劃，不僅刺激了國防和軍事裝備，也重振了歐洲大陸嘅工業基礎設施和創新能力。除了財政政策嘅推動，貨幣政策也持續保持支持性。由於通脹得到控制，我們預期英國央行和歐洲嘅央行咧都會持續保持鴿派嘅立場，這將進一步支撐估值和市場情緒。市場仍然預期美國聯儲局嘅減息行動會喺2026年延續。除咗股票之外，債券資產係咪值得投資者留意呢？經濟增長仍然受壓，但有針對性嘅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對科技產業嘅投資提供了支持。成熟市場經濟體系預計將接近其趨勢嘅增長速度，其政策利率預計將進一步下調。美聯儲預計將利率降低到3% 或以下。
歐洲央行亦都會將利率降低到2% 或以下。儘管通脹勢頭有所放緩，但鑑於實際利率為正數，一些新興市場嘅央行仍有進一步寬鬆嘅空間，包括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南非在內嘅好多個國家咧，已做好進一步減息嘅準備。2026年投資市場上面有啲乜嘢嘅挑戰係投資者要留意？有啲乜嘢嘅應對策略呢？2026年嘅前景咧，其實咧同2025年咧就非常相似嘅。政策咧就不明朗啦，好多資產類別嘅估值咧都係偏高嘅。但係咧，如果你喺2025年咧將你啲資金咧放喺銀行裏邊咧，你就會錯過咗環球股票20%嘅回報，又或者環球債券有8%嘅回報。因此咧，投資者面對首要嘅挑戰咧，就在前景不明朗嘅情況下咧，繼續投資。鑑於前景不明朗同埋估值偏高，投資者應考慮將投資分散到更廣泛嘅地區同埋更多資產類別。我相信喺2025年頭，應該唔會有好多人預計中國股票市場同埋歐洲股票市場都會錄到20% 嘅回報嘅。多謝 Charles 嘅分享。總括嚟講，安聯投資預期成熟市場國家嘅財政政策繼續傾向於寬鬆立場，應對持續存在嘅貿易同埋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並且預期英國央行同埋歐洲央行將會繼續保持鴿派立場，將進一步支撐估值同埋市場情緒。今次嘅分享嚟到呢一度啦，大家敬請留意片尾部分 OCBC 華僑銀行香港同埋安聯投資嘅免責聲明。如果對有關免責聲明嘅內容有任何問題，可分別同我哋或者係安聯投資聯絡。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